出须菩提菩萨不还，应无所事，行无报事，所谓不自食报事，不自清香离出法报事。须菩提菩萨应如是报事，不自无相，可以告立菩萨不自相报事，其合别不可数量。须菩提无以温和，东方虚空可数量下，屈也世尊。须菩提南西北方处于上下虚空可数量下，屈也世尊。须菩提菩萨如自相报事，合别实情如是，不可数量。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告知。如理是千问是我，须菩提无以温和，可以心想见如来下，屈也世尊。不可以心想必见如来，可以讲如来所发心相，即非心相。不过须菩提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见性是有分别了，须菩提别不言，世尊可有将相，一闻如是言说将过，相是心下。不过须菩提莫作是说，如来别何我别说，有其界修学者，无此将故，灵性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是人，不有一佛二佛三佛五佛，而将成经，有无量千万佛。所将诸成经，每一将故，乃是一念行者。须菩提，如来即知即见，是诸将相，即如是无量合别，可以讲是诸将相，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实者相。无法想，也无非法想，可以讲是将相若先思想，则为着我人将相实者；若不法想，即着我人将相实者，可以讲若不非法想，即着我人将相实者，是个不应此法。不应此非法，以是二个如来相法，立定比丘，以我说法，如法如假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？无地无法分别切。须菩提无以温和，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，如来有所说法耶，须菩提言，如我解脱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，可以讲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思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，所以结合一切现象，皆以无为法，而有差别。依法出现分第八。
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报时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名为道行，诸菩提言成道世尊。可以讲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个如来说福德多。若有人有诸经中，受持乃至事故其定，为他人说，如何胜地可以讲诸菩提一切诸佛，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该将诸经出诸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一向无相分世相，诸菩提无以云何？诸道还两足是念，我比诸道还更好。诸菩提言：佛也世尊，可以说诸道还名为一条，如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诸道还。诸菩提无以云何？诸道含名足是念，我比诸道含更好。诸菩提言：佛也世尊，可以讲诸道含名一往来，离世无往来，是名诸道含。诸菩提无以云何？阿那含名足是念，我比阿那含更好。诸菩提言：佛也世尊，可以讲阿那含名为不来，离世无不来，是个名阿那含。诸菩提无以云何？阿罗汉名足是念，我比阿罗汉更好。诸菩提言：佛也世尊，可以讲是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用阿罗汉足是念，我比阿罗汉多，即为着我人降生是者。世尊佛法我比无尽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利益阿罗汉。世尊我不则是念，我是利益阿罗汉。世尊我若不是念，我比阿罗汉多。世尊这不说诸菩提是闹阿难那行者，依诸菩提是无所行，入名诸菩提是闹阿难那行。公然净土分地师，不过诸菩提无以云何？如来世界坚定佛所，无话因所得法，佛也世尊。如来在坚定佛所，无话是无所得。诸菩提无以云何？菩萨庄严佛陀行，佛也世尊，可以讲庄严佛陀像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，是个诸菩提，诸菩萨莫恶法，应如是行清净心，不应自邪行心，不应自香香味触法行心，应无所住离心之心。诸菩提譬如有人心如纯梵王，无以云何？是心为大行。诸菩提言：心大世尊，可以讲佛法为心是名大心。
如是沙顶恒河，有意温和，是诸恒河沙名为多行。诸菩提言行多世尊，但诸恒河上多无数，何况其他诸菩提？我今是言各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万亿所恒河沙数，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一学多行。诸菩提言行多世尊，不过诸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故其定，为他人说，以此福德，圣贤福德。宣讲圣教训第12，要出诸菩提，随法持经，乃至四故其定，当知处处一切世山风云阿修罗，该应相样，如何他了？何况有人尽量小持佛像，诸菩提当知是人，成就世上第一，自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法，若尊重世故。如法修持分第13。此时诸菩提别佛言：世尊，公何名此经？那定云何弘持？不过诸菩提，是经名为金刚不碎陀罗尼。此是名字，汝当弘持，所以者何？诸菩提，不说法界陀罗尼，是非法界陀罗尼，是名法界陀罗尼。诸菩提无以温和，如来有所说法行。诸菩提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诸菩提无以温和，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离地，是为多行。诸菩提言行多世尊。诸菩提，此离地如来说非离地，是名离地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可以32相见如来哈，不也世尊，不可以32相一见如来，可以说如来说32相，这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诸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顶心灵果子，若有人有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故其定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理想11分第14。此时诸菩提闻法是经，心解如此，体内悲切，离别佛言：是有世尊，不说如是心清净定，我将昔来所得回感，离经释闻如是是经。世尊，若有人不闻是经，
信心清净，一生实相，当边是人，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是实相者，这是非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一文如是经典，世代时期，一直为难，若当来世何我不说，只有众生一文是经，世代时期，是人这位第一稀有，可以讲。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。所以假合我相，这是非相；人相、众生相是假相，这是非相。可以讲，离一切诸相，决明除非。不过诸菩提，如是，若有人一文是经。不经不报，一为方知是人，是为稀有，可以讲。诸菩提如来说第一陀罗尼，这非第一陀罗尼，是名第一陀罗尼。诸菩提领略陀罗尼，如来说非领略陀罗尼，是名领略陀罗尼。可以讲，诸菩提如我实为各利王，各界身体，我有意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。可以讲，我有往昔积极之该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是假相，应先成形。诸菩提，要念过去有我必说，作领略成形。无你所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。是故诸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自色成心，不应自声香味触法成心，应心如多自心，若心有自，即为非自，是故佛说菩萨心，不应自色报事。诸菩提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报事。如来说一切诸相，这是非相；又说一切众生，是非众生。诸菩提，如来是真故者，是故者，如故者，不光故者，不异故者。诸菩提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诸菩提，若菩萨心就有法，力行报事，如人一暗，即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，力行报事，如人有目。是光明相，见种种相。诸菩提，将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了此经，受持佛相，即为如来，依佛智慧，悉知是